好，咱即摆吼用这个时间来甲大家介绍 Medicare 吼 ，Medicare 甲头拄仔完全无共款，这是超过65岁以上的。那么真侪人 confuse 过去，就是讲你伫加州啊，你来超过5年了，其实你直接无做过工课，啊，你就去申请 Medicare， 啊，伊安怎有准？因为你有符合，你又无财产。啊，有个人解这个 confuse 讲 Medicare 其实是爱你伫美国捌做工课超过10年，超过10年。我有朋友吼，伊问伫迄个阿拉米拉康利县政府上班，结果伊咧报税，有个人讲啊，我要听遐较侪钱的，我报个 Social Security， 有人安尼，所以 as long as 你若无报 Social Security， 你就无 benefit。所以无 benefit 的时阵，变做你爱甲政府买。那么咱即摆来啊，较有系统甲大家介绍吼，所以一开始会讲塞的嘛。对，礼拜就可以讲。以前我几个月过我爱讲，这边看下来，我是讲来了可以。那你说这些非法的那些波音手机，将来要去报税吗？症状，我做人我都小心。基本上自然反应，而且看好一下。就可以。别做。我可能可不嘛。即係頭面做白，乜都係剔嘅。我就係即係做白。好，咱即摆开始吼，这个 healthcare 上主要就是 Medicare 部分是65岁以上，啊，头头讲的迄是 Affordable Care， 啊，嘛有人叫做 Obama Care， 迄是18岁至64岁吼，啊，是 big difference。那么美国的这个 Medicare system 吼，伊是对联邦政府落来，啊，联邦政府伫迄个 White House 内底吼，伊的内计啊，咱是讲部会首长，伊内底有一个卫生部啦吼，啊，卫生部内底才转落来这个 Medicare 这个 center， 啊，才落来才伊的手续 Medicare 甲你本身伊无公司
无迄个 office 去办这个 registration 吼，所以你若 register， 你要去 Social Security 的办公室去办吼，来。那么这里差不多看这张previous website。这内底吼，你家己若去上网的时候，你有真侪当去查啦吼。这就是对联邦甲这个卫生部的部分，伊有 website 去查吼。过来就是伫全美国一份拢总迄个10个区啦吼，咱伫第9区啦，San Francisco第9区吼，这区内底伊的 office 是伫旧金山，顶边阮有办一个seminar， 因有迄个 representative 来吼，其实有安那好真侪资料互阮。那么若要甲伊 contact， 你会当 contact 这个 information 吼，就是伊的 San Francisco 的 office 内底。那么对美国总统奥巴马 office 的 cabinet 内底吼，拢总有像台湾讲部会首长16个嘛吼，16个内底这个是算讲卫生部的部分啦吼，卫生部的这个部分内底就是讲，你这拢是现任的啦吼，这是现任的。那么 OK， 伫过去每一年吼，这个每一年的迄个 expenses。美国的用伫 Medicare 部分，咱即摆即个 Obamacare 还未开始进行，咱唔知啦吼，明年也唔知。但是伊目前的即个 expenses 吼是逐年拢咧增加。美国开伫吼 Federal budget 伊开伫即个Medicare 就是讲 health insurance 部分，你会当看出来，这个大饼内底吼。这个Medicare and Health 到25% 就对啦，吼，25% 内底吼 ，Military 才超17%尔，吼，这个 interest 部分差不多才5%，吼，大家拢真烦恼讲说美国欠人足侪钱的，其实无，占起来无讲真侪钱啦，吼，即马这个这个更较清楚就是讲，伊即马。预测明年度的部分吼，这个 Medicare 就差不多增高到差不多要到33%，加足侪出来吼。这个是只有25%啦，这是 Social Security 的部分吼。Military 只有17%，所以你会记得就是讲，美国的 Medicare 甲迄个 Social Security 加起来占超过美国的伊的迄个 budget 的差不多一半以上，军事才差不多较无20%就对了吼，这是伊的部分。那么过去，这是较简单一个表吼。这是 total expenses。哦，这大概较简单一个表，大概就是Social Security 个Health Insurance、Military 个 interest 部分安尼吼。所以过去咱讲做前一几啊，government shutdown 对无？是安尼关掉。关掉了，因为足侪人烦恼讲，这个 Medicare shutdown 的 main reason 是 Obamacare，Medicare 吼，唔是 Medicare，Obamacare。那 Obamacare 是安怎要 shutdown， 就是讲因预测足侪问题会发生啊，其实即摆拢发生啊，对，即摆发生本来去解决，本来解决特别大家爱去 take care of it 吼。迄是这个上主要是讲。美国的社会，咱有看到有真侪争执，但是美国的政府其实嘛足 respect， 哦，你是讲奥巴马伊并无讲甲你关掉，说颠倒立法，就是讲迄个 Congress 会当来甲政府关掉，毋是奥巴马甲政府关掉。OK， 所以这是甲台湾无啥共款的所在吼。这个是 OK， 这个是。这是过去每一年的 expenses 啦吼，你大概看这有较早阮register 甲 download 的部分，就是讲 Social Security 大概22%，Defense 才20%吼，这大概大同小异的，是 Medicare 甲 Social Security 加起来拢差不多占差不多 almost 50% 吼。OK， 所以这个是。这真紧跳过，就是讲，这个 guideline 吼，这个 summary 你会当看者，讲2009年到2014年、13年，这内底伊的 expenses
差不多一直增加啦吼，这个2000块当年是大概3兆嘛吼，3兆就迄个，啊，即马大概明年大概3.8兆就对了吼 ，trillion 安尼，所以这是保值的部分。OK， 这张较趣味就是讲，美国到底欠人偌济钱啊？所以大家拢真烦恼啦吼。这张会当小大家写就是讲，其实美国欠的钱欠上多是欠美国人啦。OK， 而这个部分哦，这个31% 吼，这是 individual， 欠美国 individual 个人啦吼。啊，搁过来这就是讲迄个 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 吼，这个部分。伊欠中国偌济钱呢 ？8.4%， 大概是这个部分哦是Chinese 这个部分大概偌济啊 1.23， 大概1.2、1.3兆条就对啦，哦，啊，这内底是有包括香港的部分、香港的部分内底。那么台湾其实算起来排第6位啦，台湾算起来排第6位哦，台湾的部分是差不多伫咱就是差不多1兆几了钱，所以第11位啦。日本是第2位，当然日本拢无讲啥，吼，日本拢无讲啥吼，所以这大概，系。无台湾比中国好济啊。无啦。OK， 这个是 OK。过去吼，过去对第2次世界大战了到今嘛吼，多一任的总统伊的 budget 无 deficit， 敢若迄个伫Reagan 对 Reagan 的尾啊2年啦 ，Reagan 尾啊2年啦，吼。系 Reagan 尾啊 Reagan 4年内底8年内底上尾迄2年，啊甲迄个Bush接袂了，迄1年安尼落工作直迄个时间安尼啦，啊过就拢无啊，吼，所以这个是，所以保值的部分哦，就是讲到底。每一个政府会当 take care 啦，就是讲奥巴马实际上伊伫这几年内底，伊的budget是增加足侪，就是讲 deficit 啦，就是红字就对啦。这几年内底啊，所以这就是 go back， 就是讲一个 big government 的 concept， 啊，甲一个就是讲，就讲这个较是讲迄个是社会主义，啊，一个是算讲 capital 迄个 concept 吼，无共款安尼吼，过去你设计这个 social security 是大概讲一个老人是有100几个manpower，134个manpower 来甲伊 support。即摆的社会是变过差不多5个人 support 3个老人，大概是安尼啦。所以因大家真烦恼，就是讲将来这个社会变做直统式的，就是讲support 的人甲老人变济。后期啊，变成倒金字塔就足惨的，老人愈来愈多，啊做工课的人愈来愈少啊，对无？啊，迄当阵么啦？中国就差不多会拄着迄个情形。中国因为生人少嘛，生人少，你即摆老岁仔较济啊。过去是一个囡仔有差不多7、8个人，吼，就是讲你父母亲，啊，搁你的祖父祖母、外祖父祖母着，安尼来甲你 take care 咧。啊！你说 turn around 的时阵，你这个囡仔干嘛都去饲一只啦 ？Big question， 所以这是一个真社会问题啦，这个后壁人去烦恼这个，这个是。所以这 Medicare 是伫迄当阵是迄个 Johnson 吼，迄个1965年迄当阵开始制定的。杜鲁门甲台湾真有关系哦，伊是第一个去 sign up 这个 Medicare system 的吼。啊，当然，这中有真侪修改啦吼。OK， 头拄咱有讲到，就是讲，假使你若搁咧上班的时阵，你的 benefit， 也是讲你的 Medicare， 吼，也是讲你的 Social Security 是啥物时阵？我即摆是跳开这个 Medicare 吼，来讲这个你的 Social Security。Social Security 你啥物时阵，你也对你来讲上有利，吼，就讲。伊有大概真侪人拢超过65岁啊，所以迄个我是今年65岁，我会当领Medicare Social Security。